中國各地婚慶習俗大多源於三書六禮，但每個地方都有各自嘅特色。例如廣府地區，婚禮流程就夠晒講究，擇吉日、過大禮、落籠、安床、開面、上頭、回門，成個流程落嚟橫跨幾個月都好常見。雙方揀定吉日之後，男方就要去女方屋企過大禮，即係帶聘禮上門提親。呢度要注意一下，聘禮要成雙數，寓意好事成雙。過完大禮之後，就到落籠環節。女方嘅兄弟將嫁妝抬去男方屋企，嫁妝入面通常會有百合、蓮子、紅棗，寓意百年好合、連生貴子。落籠完成之後，就輪到安床，一般會請當地嘅好命婆喺床上放紅棗、花生等乾果，寓意早生貴子。跟住落嚟，女方就開始整理形象。首先要除去面上同頸部嘅細毛，呢個步驟叫開面。之後再將條辮梳成髮髻，呢個就係上頭。上頭之後，男女雙方各剪一執頭髮放入利是封入面，象徵住兩人成為結髮夫妻。婚禮當日，男方按習俗去迎親，新人一同完成儀式。之後，新娘要返外家探父母同兄弟姊妹，呢個就係回門，為整個婚禮畫上圓滿嘅句號。2020年2月，廣府婚慶習俗被列入第7批區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名單。想了解多啲廣府文化，記得點返個關注啦。